在土耳其法院的公正裁决下，中国对东突厥散意见领袖阿波都卡迪尔·雅科普的引渡请求被拒绝。东突厥散非政府组织协会主席乌古泽汉在社交媒体的一份声明中说，东突厥散斗争舆论领袖阿波都卡迪尔·雅科普今天在伊斯坦布尔出庭，法官拒绝中国对他的引渡要求，该案已被撤销。阿波都卡迪尔·雅科普已在土耳其生活15年，因被中国上诉，自2016年以来在家软禁，现在自由了。舆论领袖阿波都卡迪尔·雅科普在评论该决定时说，今天中国对我们的指控以及对东突厥散人民的阴谋都没有实现，我们必须共同努力，反对中国在东突厥散存在和东突厥散的种族灭绝。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日前在推特发文警告土耳其政治人物不得干涉所谓新疆事务，引发论战。中国驻土耳其大使因此被土耳其外交部召见。中国外交部7日则为使馆护航，表示无可指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例行记者会上因巡视声称，土耳其个别人士日前在推特上公然为恐怖分子招募，挑战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甚至公然煽动分裂中国的错误言论。土耳其2个主要党的政治人物，民族主义政党好党党魁阿克谢纳女士以及左翼政党共和人民党暨安卡拉市长亚瓦斯5日分别针对维吾尔人8人乡起义31周年纪念日事件推文。赵立坚还称，中国希望土耳其各界人士正确、理性、客观地看待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立场，以及采取的反恐和去极端化举措，与中方一道以实际行动维护中土战略合作关系大局。美国商务部周四表示，将7家中国超级计算机实体列入美国经济黑名单，理由是他们协助中国军方。新增的7家实体为天津飞腾星系技术有限公司、上海集成电路技术与产业促进中心、国家超级计算济南中心、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国家超级计算郑州中心。美国商务部表示，这7家实体参与了建造超级计算机，并用于中国军方行动、其破坏稳定的军事现代化努力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台海局势持续升温，解放军就美军驱逐舰麦坎恩号周三穿越台湾海峡事件表示坚决反对，指美方向台独势力传递错误讯号。美国海军在声明中称，这艘驱逐舰常规穿越台湾海峡，表明美国致力于实现自由而开放的印太地区。美国军队将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以及展开行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早前亦表示，关注中国近日在区内的持续威胁行为，指美国有能力抵抗任何企图以武力或迫切方式可能危及台湾民众安全、社会及经济制度的行动。伊朗航府9日表示，被伊朗扣留的韩国运输船韩国化学号和船长当天获释。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哈蒂布扎德就此向国家媒体发表了声明。这位发言人说，因首尔核船东的要求，伊朗司法机构决定释放这艘悬挂韩国国旗的邮轮。他表示，船长和这艘船在该地区没有不良违规行为记录，这使伊朗司法部门更容易做出积极的决定。